繼續在地人在地情，來看台南關電的葫蘆比自然公園舉辦着活動，佮引進着金蕉泉等等的水上設施，要讓民眾享受到耍水的趣味。有金蕉泉，佮有 SUP， 這是台南市府管理局佇咧葫蘆比自然公園舉辦水上活動的記者會。今年嘛是頭一屆加入豐實特技，佮有金蕉泉，希望會當請更較儕人。整個這個風翼船，今年要把它引進來這個葫蘆皮。再創造一下這個頑皮一下的活動高峰。葫蘆比是全台灣密度上懸的比燈景觀，當時市府嘛爭取中央補助，將園區整體營造工程，要用上新、上舒適的環境來迎接遊客。歡迎大家來到台南，所以暑假來台南，這個頑皮一下就對了。希望我們整個的這個夏日的玩水遊戲哦，可以更加的讓大家吸睛一下。現場冇大型的清水設施，甲在地的特色市集，要讓大細漢朋友攏會當蛙滾水域，享受上界清涼的熱天。